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这个鲮鱼，只要一到热天，鱼鳞量就会大减25%。台中有一个兽医师退休的乡亲王水池，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意外研发出会当有效让室内来降温的厝顶隔热的喷擦。伫厝顶喷油擦是一家测前后温度会使差15度到20度，入到室内牛条，就算无开冷气，嘛会使平均降5度。好，本来真惊热，牛能量减1/4的鲮鱼恢复正常。所以伫鲮鱼场、科技鲮鱼场来试验讲，咱这个温度确实会降会落来，吹起来电拢变凉的，袂烧风。伫兽医界服务30年的医师王水池，为帮助农友解决鲮鱼的问题，意外拍开伊研究降温的隔热毯。因为这个房间无共款，工厂大细间无共款，所以伊的降的这个温度有了差别，所以5度起跳至10度之间。业者表示讲，时间一摆会使维持5年以上。降温后会使省电费钱，嘛会使节能减碳爱地球，是讲这个擦成本较悬，就要看消费者敢会接受。